大家好，今天我們來學習一下關於 LED Vision 軟件9.0版本如何進行環境檢測，以及如何調試多功能卡。我們安裝好軟件之後，打開軟件，在首頁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幫助菜單。點開之後，我們選擇環境檢測。全景檢測完成之後，如果底下的顯示內存和最大桌布大小後面這個勾號是個紅叉的話，那就說明我們的電腦顯卡有問題。如果它底下這個 USB 驅動後面依然是叉的話，就需要重新安裝驅動。我們點擊安裝按鈕，重新安裝之後，如果它依舊無法正常顯示，那就說明我們的電腦硬件有問題。這個就是環境檢測功能。接下來，關於多功能卡調試的內容，還是在我們的軟件首頁面點擊控制屏幕，選擇顯示屏設置，在彈出的新頁面中，最底下這裏有一個多功能卡，選擇之後可以看到底下有3個內容。首先是我們的傳感器信息，接着是我們的繼電器控制，最後是關於大屏的自動亮度調節。從上往下依次看，首先看傳感器信息，點開傳感器之後，在彈出的這個界面，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一個板載傳感器，這裏是多功能卡自帶的，一個溫度，一個濕度。如果給多功能卡進行了外接傳感器，它就會出現在外接傳感器列表中，這個就是傳感器信息。接下來再看一下繼電器控制，點開之後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時間，因為繼電器是要依據我們的時間來進行設定的，所以首先要修改時間，讓它與電腦時間同步。接下來，下面就是大屏電源，勾9到勾12，這是我們經常會用到的。在這裏，它後面有2個按鈕，一個是定時控制，一個是自動控制。首先，我們看定時控制，點開定時控制之後，可以添加一些指令。它有閉合指令，有斷開指令，選擇之後，在後面給它設定執行時間，然後選擇有效日期，選擇保存就可以了。再看一下自動控制。自動控制這一部分內容比較多，首先看一下第一個選項，無信號時斷開繼電器，恢復信號時閉合繼電器。打上勾之後，也就是說大屏有信號的時候，它就會閉合開關；沒有信號的時候，它就會斷開開關黑屏。然後再看底下有一個煙霧控制，我們勾選之後，這裏會外接一個煙霧傳感器。當煙霧傳感器檢測到煙霧的時候，大於某個區域值時，它就會自動斷開繼電器。再看溫度控制，這裏它有2種傳感器，一種是外接溫度傳感器，一種是板載溫度傳感器。打上對勾之後，當它的溫度大於設定的溫度之後，它就會斷開繼電器，保證我們的安全。這個就是繼電器控制。接下來再看一下大屏亮度調節。點開之後，可以看到它有多種調節模式可以選擇。多種調節模式是根據環境亮度來調節顯示屏亮度。當然，這塊是手動調節的。
也可以進行自動調節。勾選右邊的開啟亮度自動調節按鈕，它就可以進行亮度的自動調節。當然，如果要進行亮度自動調節，就需要外接一個亮度傳感器，才可以實現這個功能。OK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內容。